好多嘅香港業主咧都過嚟問喎，打算長期咧喺內地養老啦，香港嘅長者生活津貼咧仲有冇得領取？咁今期咧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啊！首先同大家講下，有兩樣嘅津貼咧，大家都會經常搞錯，大家只需要記住呢一點啦。兩者嘅津貼咧係唔可以一齊去領取嘅喎。咁咧而家同大家講翻，大家俗稱嘅生果金啦，佢咧亦都係叫做高齡津貼。咁呢個高齡津貼咧係70歲先啦，可以去遞交申請嘅。咁每個月領取嘅港幣咧係1640蚊㗎。呢個咧就係唔需要審核你嘅資產啦同埋收入㗎。另外一份咧就係金額更高嘅長者生活津貼啦。65歲咧就可以遞交申請㗎啦，只需要咧通過你嘅資產啦同埋收入嘅審核咧，每個月咧可以領取咧港幣咧4250蚊啦。如果符合條件嘅朋友仔咧，一定要優先申請呢一個啊！而家領取緊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咧，呢條規則大家就千祈唔好忽視啦。嗱，每一年離開香港嘅時間上限咧係305日嘅，一旦超出咧就冇呢份津貼㗎咯喎。咁如果咧大家之後嘅收入啦或者係資產咧係超標嘅情況下咧，大家都唔需要擔心，政府咧有12個月嘅寬限期咧，俾大家妥善咁去處理同埋調整嘅喎。當然啦，期間亦都唔會停止你嘅津貼嘅喎。想長期咧定居喺內地養老，大家就要了解呢個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啦。簡單啲咁講啦，就係內地嘅長者生活津貼啦，要求咧係定居喺廣東啦同埋福建呢度咧就可以遞交申請㗎啦。額度話俾大家知，單身人士嘅資產咧上限係406000嘅港幣，月收入咧唔可以超過10770蚊嘅港幣啦。夫妻共同資產上限咧係616000蚊嘅港幣啦，月收入咧係唔可以超過16440蚊嘅港幣。仲有一個條件咧，大家一定要記住㗎啦，每一年咧要喺廣東啦或者係福建啦至少住滿咧60日先符合條件嘅喎。再同大家講個好消息啊！26年嘅7月6號開始咧，社署嘅跨境匯款服務咧就正式運行㗎啦。每一個月嘅港幣嘅津貼咧都可以匯入你內地嘅銀行卡，而且咧仲會收你手續費嘅喎。咁建議咧大家咧提前去辦理呢個中行啦或者係工行嘅一類嘅銀行卡啦。大家咧只需要帶上咧港澳居民通行同埋住址證明咧就可以去辦理㗎啦。而且咧有唔少銀行咧都辦理咗呢一個長者綠色通道嘅喎，辦理手續都相對嚟講會比較快㗎。內地養老咧領取生活津貼嘅規則咧，今日同大家分享晒㗎啦。如果咧大家咧唔清楚自己咧符唔符合呢一個資格啦，又或者係唔知道點樣開戶咧，大家可以留言問我㗎喎。記得啦，收藏同埋轉發啦，話俾身邊嘅老友記知。